我在安南区两间土石风主管对地处理场，其中伫下西里的部分却被渔民抗议，长期以来土沙、洋洋杯污染水源，严重造成沙白鱼甲最近旱麦永续损失。议员李忠诚甲蔡小辉、蔡友辉的联合总咨询，嘛安排3小班前来向市长递交订正书。议员质疑，市场内安南区成立524公顷的永续专区。嘛，以迁都范围内土石场，那知影市府现在有完核准证照，所以强烈要求市府找出原因来照顾渔民。蛤蟆放落也是拢也得巧伊啦，巧伊100粒，村头啊无20粒啊，逐项都无啦。但是阮委屈足地啊啦，来甲阮设这分化路甲掩埋场，阮就委屈足地，佮挂交户家的火收场500公人安南区车仔街3段500公人138号的对面啦。这个火车要就拖着啊，中间那山啦，落雨来，水一拢赶倒落去排队啦。在第一时间点，我们就安排去会勘。那去会勘的现况真的蛮糟糕，不管是水质也好，还是整个环境都非常的不好。那想说，过去从105年就一直反映到现在112年，将近7年的时间，所以市府都没有所作为。所以今天我会用质询的时间来提出，也希望说市政府跟中央一定要重视我们渔民的需求。而不是去图利这一些厂商。那我们说难听一点，我们台南市推崇的农渔业，那农渔业到底这一些我们这些民众是谁要来照顾？所以希望说市府要有所作为。面对渔民指控土石场冲击渔业，严重影响产值，会中议员蔡淑慧嘛对咧赞声，强烈质疑农业局失职，爱护3小班一个交代。今天事实摆在眼前，额外偏激的是安呢？农业局是不是要强力去介入，去了解到底是安那会当造成额外的偏激是安呢？不是坐下来谈呢？你们的专业摆在哪里？你的专业伫倒？恁照顾渔民的心伫倒？是不是应该安尼？你今仔日若要照顾渔民，你是不是要向土地厂停止，不要再施工了？在原因还没查清楚之前，不要再施工了。来咧施工的过程自造成咱个粉苗饲粉苗的农民大家有损失，应该大家是不是坐下来谈一下？讲你因为你在施工造成对嘛，局长，我就问你嘛，你是今天才知道，还是之前都知道了嘛？你之前就知道了。如果你是之前知道，你们谈的怎么样啊？你今天总是要给李宗诚议员一个交代，整个产销班一个交代啊。你到今麦为止嘛是个讲沟通协调，结果出来就是安尼样子的品质啊。台南新闻，郭文吉、林银根采访报道。